頭來鄉親繼續來看白沙屯媽祖進香，12號要起駕，廟方在昨暗子時11點20分舉行放頭旗的儀式，宣告進香正式開始。今年報名人數有46萬人，再加上大甲媽繞境。婚禮的土庫為了要迎接到大批信眾，是結合到在地企業甲社團，提供到13個服務點，而且嘛提供到專車接送的服務。吉時9啊，舉辦人員甲頭旗扛起哩白沙屯供天宮廟門的龍條，宣告白沙屯媽祖掛香的活動正式開始。白沙屯媽祖掛香佇咧12起駕，廟方照慣例佇咧起駕前3天的暗時舉行放頭旗的儀式。供天宮管理委員會甲當年的爐主夜香拜拜，請出頭旗，閣交予舉辦人員擺佇咧廟門。頭旗升起來，信眾嘛就要食菜3工。民眾處理的掛香旗嘛要提起供天宮過爐，不過要注意，即時開始袂當摸到頭旗，掛香旗嘛袂當囥電倒柄，也是早入便所。今年白沙屯媽祖掛香，敢若是報名的人數就46萬。今年白沙屯媽祖按算16會到雲林北港朝天宮，經過攏會行經過雲林土庫鎮，嘛已經傳遍咧等。土庫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古香路哈，提供一些完善的這個衛浴設備，還有接駁車，還有一些醫護團隊哈。土庫鎮公所結合企業社團設13個休困點，按算會當收5000人，還有巡迴服務專車的服務。那任何站點客滿，專車就會協助接送香客到其他的站點。志工超過300個人次，總共有13處可休息住宿的地方。那沐浴的點，我們更是來到了11處，總共超過40座的流動浴室。白沙屯媽祖的掛香活動就要開始，土庫鎮是全鎮總動員迎接年度盛事。Hello， 我是蔣欣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